受到淡水季风影响，这气象署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。这宜兰双北山区就要注意落大雨，桃园以北也有可能会落大雨。经过这几日啊，雨水正高，边溪线代替会勘了后，确定要等到11月底才会当修复。代替也表示，讲这修复进程，若等到假日时啊，火车往回随风90分，平常时啊，就无车帮。铁基路下骹地基流失，山坪的土石和雨水一直冲落来，早就冲断去，敢若剩一撮点仔角路的变道比前一天啊离棚搁较大，随时有搁断去的风险。趁雨较细，代替敢无单人员到现场会勘，因为崩塌的所在无连外道路，工具机甲土石爱为铁基路送去，估计11月底才当抢修完成。因为那边没有动线、土方啊这些要由铁路再进去现场去施作填补。因应边溪线停开，代替使用公路接驳。透早有未少旅客来随风车站停候，再去头一班接驳车差不多拢客满。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提早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上班也来不及，下面也来不及，所以就很困扰。交通时间会差多少？差一两个小时，可能这几天。代替表示，因应10月20日至263天公复节连续假期，边溪线会行驶随风90分了，10分了到青塘也是使用公路接驳，所来平常时啊也是会全部停开。专业抢修，用公路接驳代替。淡水季风影响，台北市山区大水雨一直从山区的道路那溪啊，阳明山青山路这搭民家的围墙放起了后，大片土石架树瓦阻碍青山路。工作人员无顾伫落雨，出动工具机清除土石甲废弃物。私人的挡土墙坏掉了那这一部分因为它是属于私人财产。那因为影响到公共安全，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找地主来了解。从今天白天、今天晚间、明天白天到这个明天晚间、后天清晨这一段，看起来通通如果是在这种北部、东北部地区，看起来雨都还是会持续的下。这3天台北市湾部累积雨量超过1497毫米，新北五指山雨量嘛1000外毫米，宜兰南澳乡超过950毫米，基隆桃园局部地区雨量嘛600外毫米。虽然23开始雨有较细，不过光雨连假头一天24的水气佫增加，未来一礼拜北部、东北部也有东半部拢也是乌阴落雨、湿湿凉凉的天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